警務處於2025年6月15日開始，透過運輸署已核實嘅電子聯絡方式，即流動電話號碼或電郵地址，發送電子告票。電子交通告票嘅內容同現時實體告票大致相同。電子交通告票同樣會載有電子繳款號碼同埋賬單類別等重要資料，讓車主或司機沿用現有嘅方式，如自動櫃員機、繳費靈、郵遞繳款、電話理財服務及郵政局櫃位等清繳罰款。香港警務處已登記參與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嘅短信發送人登記制，所發出嘅短信告票會以發送人名稱井 HKPF-ETT 發出，而電郵告票或短信告票嘅內容亦不會附載任何連結。登入電子交通告票平台時，留意網址域名結尾為 .gov.hk， 同時謹記核對告票上嘅資料，如車牌、違例時間及地點是否正確，同埋唔好點擊任何超連結。記住啊，有井冇 link.gov.hk， 你要認清。大家好，我會同大家介紹點樣喺電子交通告票平台或其手機應用程式核實及繳付你所收到嘅交通告票。用戶可以喺未登入嘅情況下，利用主頁面上嘅核實或繳付告票功能，核對交通告票。只要輸入通知書編號及車牌號碼後，點擊核實或繳付，完成拼圖認證後，平台就會顯示通知書嘅詳情，以供用戶核實。核實通知書詳情後，用戶可以按透過平台繳付，選擇新增嘅電子支付方式，包括 FPS、Google Pay、Apple Pay、JCB、Mastercard、Visa、UnionPay 以及 PPS， 然後按繳付，整個繳付程序就完成㗎喇。